台北市有宣布，这幼儿园对8月初10开始，会当甲学生囡仔增加到9成。来幼儿园的囡仔唔若爱挂嘴安磅体温，而且每一个囡仔上少拢爱有2.25平方公尺的活动空间。国内疫情警戒维持2级，台北市的幼儿园为7月27开放5成学生上课，8月初10开始，学生人数提升到9成。北市府表示，以1.5公尺的社交距离来算出每一个囡仔至少爱有2.25平方公尺的活动空间。在室内活动部所刚刚提到的2.25平方公尺的一个空间以外呢，孩子在里面的用餐呐、也都必须，还有他们的活动都要有一个室内的一个防疫隔板。虽然迄2礼拜吼，毋过囡仔嘛是足欢喜要来，毋过可能算迄2回吼，2回算今仔日算第1天。所以小可哭啦，毋过我感觉家长嘛足放心的，互阮老师接入来。幼儿园表示，今年因为疫情关系，学生的流动率悬，也未少囡仔请假，但有家长认为，爱互囡仔学习如何保护家己。我觉得那还是一个必经的过程吧，因为以后还是要跟病毒共存啊。那就是让他去学校去学习，然后怎么样去跟其他小朋友，或者是在怎么样那样子的环境下面去适应。北市府也表示，1礼拜会安排3间至5间的幼儿园进行公安检查，重点除了人数的管制，基本的挂水安、量体温等等的防疫措施嘛一定要遵守。这段时间嘛全面禁止民众参家长集体学校。记者杨淑静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